差唔多啊，同前面咪做嗰條差唔多。佢話佢咧，如果答啱第一條、第二條、第三條，有3條問題啊都係。咁呢3條問題佢答啱嘅 probability 就係0.6、0.7、0.8。好啦，今次咧我又係 at least one question， 至少答啱1條。嗱，咁仍然都係嗰樣嘢，就係咩？1條、2條、3條都 OK 啦，0條唔 OK。咁自然你就要點啊？減咯都係，因為你0條 OK 嘛。好啦，所以1減，嗱你要減咩？就係減0條答啱。0條答啱即係咩啊？即係全部錯晒嘅。因為你一減走咗0條答啱咧，你就要答啱1至3條啦。所以減走咗全部答錯晒。咁全部答錯咧，你就唔係將啲數字相乘嘅，因為呢個係答啱噶嘛。好啦，咁所以你就反向就得㗎啦。第一條答啱係0.6，答錯係咩？0.4，即係所以第一條答錯就0.4。跟住因為你要3條答錯晒嘛，咁就乘咩啊？第2條都答錯0.3啦，因為你將呢個相反翻。咁跟住最尾嗰條都答錯埋，就0.2，因為都係呢個相反翻。咁其實即係1減0.6，一減0.7，一減0.8，咁就係呢3個嘅答錯嘅 probability。咁你將呢3個答錯嘅乘埋，由於你係3個交叉，呢度冇順序嘅，咁你唔使再乘，唔使再乘順序，0.976，好，係咁多。